尼是对的啦。最近吼，足侪观众朋友吼，拢写批来。写批来做啥？讲阮兜吼大派吼，迄台语愈讲愈好。哎呦，多谢，唔敢嫌。哪会安尼吼？啊，佫先去做领队呢。做领队啊，第三季啊，较侪工课。系啊，我规拢轻松起来。是啦，第三季你是要做老爷？老爷。哎，要坐。啊，你带阮去佚佗安尼啦？去佚佗，今仔日要去佚佗吼，甲这有关系？甲啥物有关系？甲这有关系啦，哈。塑胶椅啊！塑胶椅一定要红色的塑胶椅啊！所以今仔要来参观这个塑胶椅的工厂。哎是，无啦，唔是啦。哎哦，你有中意哦？有中意啊？唔是，哈，竟然又唔对去哈。这哦，这是足侪台湾的古早的基地。古早基地。是。好啊，卖个卖关子，紧。到底是啥物？到底是啥物咧？哦，哎，这是啥？这路边摊啊！就是路边摊。今仔要食路边摊。今仔要去西街去食路边摊，食好料。这我介，这我介。你介吼，你上介台湾的古早味，对，是不是？啊，台湾吼，你若是爱食好料的路边摊，就一定爱坐这款红色的。咱讲点心椅，对，嘿，较早我记得有一间我坐到青色，哦，迄气味拢无共去，拢走味无好食。啊，今仔日呢，就是爱带大家去找到台湾古早的基地，古早基地哦，有香味啊，有好食的。安尼好，今仔日来食这个路边摊。路边摊啊，我有一个吼试食小队。试食小队，欢迎我的队员出来。欢迎啊！阿雄啊！生物令哎，这个队员，雄哥，欢迎！哇，啊，阮坐啦吼，我车有咱车啦，啊，今天吗？嘿啦，啊，雄哥，咱有剩嘛？有，逐斤嘛有伊爱食个爱对咯，是爱考爱对咯，无食真艰苦诶。啊边啊这个吼，无熟。你无熟？真正无熟。我甲你讲，我有熟。我见过一摆。是，一摆就熟啊。一摆就熟啊。一摆就熟啊。系啊。安怎讲？我拢爱食迄啊草的迄水果，迄叫咩？榴莲。我们是榴莲建议的情谊。嘿，但是今仔日要带大家去食足香的物件，路边摊。有路边摊，嘿，有好耍的，有好食的，有足好听的故事。啊，今仔日我的导览先生呢，嘿，伊是台湾头一位用水彩记录厝的艺术家。嘿，伊的作品呢，全世界拢看得到哦。有去日本呢，有去法国的，有去西班牙，全世界拢看得到的。伊今年呢，为伊有一个计划啦，计划就对啊。计划，什么计划？有画100间记录厝的计划。100间记录厝，100斤呢？哦，100斤，100斤，你莫假笑啊！伊拄开始是画100间的记录厝，但是今年开始伊换做画100搭路边摊。哦，100搭，哎，伊就是爱透过伊的作品来带大家转去咱怀念的台湾味。哦，所以赞。咱来欢迎我的导览先生上台的小开地开箱。来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今日的导览先生，我叫做郑凯雄，然后我是一位艺术家。哦，是哦，咱有好好是不是？嘿，对，路边的香气上买人，头一个豆花爆米香。哎呀，你是要食倒一项？我今日有带我的身体，送给大家。对，来，做一个小礼物吼。哇，真好！
人来就好啊，搁炸弹落来，系啊，嘿，来，一人一本，一人一本，哦，来，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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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这讲一个哦，一人一个，八种台语新话。来，谢谢。这本册吼，我去册店。我都看到啊啦，畅销书也就一本啊，大家呀，都吃呀。是，赞。有礼物咧，每一个人诶拢摕无共，无共吗？棉花糖的单。啊，我是珍珠奶茶。我萝卜饭。啊，我是含灌肠。你是灌肠单。灌肠单，安尼，应该较有啦吼。就果子，这都是老师画的作品。对。哦，那这厉害啦！你较早你是画迄个街仔路的厝，对，画厝。啊，即摆哪会改换这个路边摊？哦，因为较早画老厝啊，搁路边摊，其实对我讲拢是一种台湾的一种最特别的画面啦。是啊，其实这件画单啊，搁有一个最特别的想法，就是讲，我认为讲单啊，伊是一种上单纯的营业的方式。就是一个人第当开始卖物件嘛，啊，你看起来感觉介简单，啊，其实呢，伊可能用迄个单啊，甲因规家伙啊拢饲饱饱。哦，对，所以伊其实是一个最重要吼，最重要的。我是讲是爱学客户。一件足简单的单，那足简单单，但是用这单单，甲规口罩拢饲到饱饱。对，其实最重要的。是讲哦，这100单你是安怎去选出来？是安那是这100单？嘿，我尽量去选无共款的单啦，因为我希望讲这本册，大家看这本册的时阵，伊一方面嘛是咧了解台湾的一种文化，所以尽量100单拢无共款的。每一单这业咧卖物件拢无共，对，拢无共款。伊连20嘛，甲画出来看。哦，20嘛是单。拄则佫有一个满面的咧，有一个满面的咧。今麦夜市啊，佫有咧。佫有吼。对，佫有满面。这是我细汉的时阵上爱的老鱼啊。好鱼啊，老鱼就对。哎呀，哇！啊，听讲你进前画迄个街仔路迄厝，啊有人去掀着你的册，啊看到啊阮那厝你哪还画咧册内底？对啊，其实讲一开始画遐个厝的时阵，无去想伤济啦。然后因为我画足侪拢老厝，结果有寡老厝啊，那画了就消息，那要倒去啊。就参像讲，前个月因为风台啦，结果我家己画一间老厝，迄老厝煞倒去啊。啊倒去了，我搁找时间过去甲迄老厝。甲伊翕相安尼啦，啊，较早佫有画过一间，就是槟榔摊，我画的时阵嘛无想济，结果画了伊的囡仔，可能甲我私讯啦，就讲哦，就感谢你画着阮兜这个槟榔摊啦，阮爸爸妈妈较早就是用这个槟榔摊，甲阮兜7个囡仔拢饲好大汉，哦，对啊。就感动的呢，每一单拢有伊的故事，有伊的故事，讲啊安尼哦，阮爸爸就是用这间甲阮饲大汉，啊你甲阮画了后，啊这间就倒去啊。阮隔壁想要拄跟你也再来搞一下。好啦，好无咱来挑故事好不好？是啦，就这故事，就欢迎阿小啊，哎，欢迎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今日的导览先生，我叫做郑凯翔。啊，今日要为大家来介绍我的新册，叫做《百大台湾》。内底呢，就为了100种的台湾的单啊。可能呢，就有人想要问我讲奇怪，啊，台湾的单啊，到底有啥物趣味的所在？有啥物好耍的所在？你哪会想要画台湾的单啊？其实呢，台湾的单有足侪足趣味的所在，会当互咱去观察的吼。比如讲像这个单啊。你看，其实大部分的单啊，打出厂的时阵，就参像下骹安尼，大家单拢洗做共款。但是到头家的手中啊，可能过无2、3天，因为头家的个性啦，伊的美感嘛，上主要佫有伊的营业的需要，伊个互大家单拢变做无共款。你看伊的迄扛棒啊挂遮尔济，然后伊的迄色彩遮尔济，素颜的甲咱的摄影棚就像我像这个单其实嘛，甲摄影棚咧共款啦。对啊，你若是去一个单，你上爱啉的是啥？上爱啉可能是2窑吧，我最2窑哦。啊，你咧？
我，珍珠奶茶，珍珠奶茶，就爱珍珠奶茶。我会开啊，有啊，你把就笑好呢。因为有珍珠奶茶，一下就谢你也要看啊。啊，我是要食迄个雷梦当归啦，雷梦当归，当归好。啊，你生牛奶嘛吼？嘿啊，生牛奶，生牛奶差不多哦，差不多哦。嘿啊，看用了多无？用了多好啦。咱那遮认真咧点菜，看到你就是要点啊，不要电脑，不要你排队。哦，歹势。就像这个答案就有台湾味的啦，就这色彩的。我拢讲这种答案就参像是台湾的迪士尼花车。但是讲阮路中有足侪参像安尼的答案，其实我感觉嘛是一个足趣味的一个风景吼。对。佮刷来，佮有一种物件会当去观察的吼，就是用手画扛棒。哦，就有一寡头家可能会为着省钱啦，然后趁钱无简单嘛，伊就扛棒就家己写，啊，凊彩摕一个棒啊，就家己写，讲哎这拍几折啊，卖啥物物件啊，偌济钱啊，啊，放伫伊的单边啊来卖。啊，你讲这扛棒真正写甲介水、介专业吗？其实也无一定哦。绝对无专业的啦。对啊，但是我感觉对顶头来。但是我的感情。你绝对我看过一种写很慢呐，这介趣味啊，很慢的对。对，对顶头的，咱看到头家一个个性啊，哦，各有伊的态度，一个精神伫内底。来，我看这个头家写啥物字吼？你看，伊个有咧卖蒜头啦，50块，哦，个有咧卖香菇，哦，个有咧卖啥物高尾仔草，再个有咧卖一个姜黄粉。哦，我感觉介趣味的就是讲，你食我这姜黄粉啊，你的人生会足健康的，哦，你的世界会彩色的，哦，所以我感觉这是足趣味的所在吼。我说这是倒位的答案？啊，这屏东的，屏东咱台北拢足少看。对，台北愈来愈少啊，愈来愈少这种答案。所以我喺踅街啊，讲踅市啊的时阵，我就上爱看这种答案，看这种扛棒，因为内底咱看到足侪足趣味的代志吼。对啊，还有一个会当去观察的。哦，这阿嬷做高知，戴一个墨镜啊，做高知哦。哦，对，阮去无共的所在，看到的摊商，因穿的衫卖无共款。阿嬷时尚。对，就亲像讲阮遮去菜市啊，袂输那一个西瓜咧。西瓜加布袋。对，这阿嬷穿的介高水，就戴一个龟梨啊，哦，面洗，有一个手笼。哦，但是若是讲阮即马是伫。夜市啊，我看到迄拍卖叫卖迄种诶，伊可能就是戴一个帽啊，然后挨一个叫做凤上头，对，头拄讲到一个重点，迄叫做霹雳腰包，对，然后内底就会放钱的啦，对，所以阮伫无共的所在看到的摊商穿的衫都无共款，哦，啊，所以安尼其实嘛足侪单啊，甲阮过去生活的记忆有关系，唔知大家敢知影这是啥物车？知啦。来讲，即马较少年的可能就愈来愈无看过，愈来愈无看过这种车。这个胖车啦。对。哎，你哪叫伊啊？哦，胖车哦。我阮较有国际化，胖卡。那是黑哥语，叫胖卡。对，我讲袂胖的车啦。啊，我看到这我就想到讲，我细汉的时阵，细汉时阵大部分暗顿食了，就无啥机会去出门啊啦。好，就无法度去买什么咸酥鸡、买宵夜。哦，迄时阵就足期待迄袂胖的车驶过来我的行啊。驶过来了就甲爸妈吵讲，我要胖，我要胖。然后你看迄胖啊。袂胖的车内底就会点黄色的灯火，一定的。点黄色的灯火就互大家胖看起来，讲金光闪闪。哦，大家看起来介好食的感觉。啊，大家拢徛徛头哇，今日要食菠萝，还是要食肉酥，还是要食那克林姆，这逐种拢想要食。阮遮大汉啊，嘛有咧趁钱啊。你讲买胖是介简单的代志啦，但是有的时阵我头去看，较早的这袂胖的车。虽然讲伊的胖，你讲介高级吗？啊，其实也无一定，但是留互阮一种快乐是足侪吼。真的咧，对啊。甲即摆个会记咧，伊迄后道迄门安尼拍开的时阵，他从尾巴都个。我是有看过一种车，后车厢拍开，拢是手表呢。哦，有这种的，高级的哦。但是你这个年纪唔捌看过胖卡咧。我你看，国小的时阵，你上爱食啥物咖啡？苦力姆，对，你嘛是，马叔爱食迄餐粿。一梗的对吧？一梗的嘿，对。啊，内底灌迄个白色巴达，而且为迄较油的遐开始食，伊甲迄个巴达留咧上后壁食，打死安尼。哦，啊，
啊，家家乐啊，换台。唔知大家敢有去垦丁吼？对，我较早去垦丁的时阵，我会想到一个画面吼，就是阮落去迄南州交流道，然后落去了后，迄正边差不多连续500公尺。有几啊间拢是咧卖这菱角，佮有土豆的。哦，而且迄头家嘛介趣味哦，你看迄看板做遮大，伊就用画迄菱角的形，哦，佮有足大的看板就写土豆2个字。所以阮来讲赛车即马经过，足紧咧经过，我远远啊在咱看讲遮咧卖菱角，咧卖土豆，我可能在挖边过去甲因买吧。啊，而且迄头家你看哦，迄头家嘛介巧，你看迄一包一包拢已经带好好势啊。啊，伊一包拢卖偌济？拢卖100块。哦，免走。对啊，为什么无咧卖99块？因为100块就免走嘛。车塞来遮嘛，你要走人同时间。叫落来2包，200块就随走啊，安尼啊，袂影响到交通啦。啊，再搁有一个笑话，甲大家分享吼，就听讲之前疫情啊，较严重的时阵，国外的人来，结果来垦丁耍的时阵，经过遮讲，哎呦，恁台湾人哪遮恐怖啊！哎，路边哪会卖夜婆啦、蝙蝠啦？我讲无啦，无，这毋是夜婆啦，这是迄菱角啦。对，因较少，对，因较少看到这菱角的形啦，对。啊，搁有一寡单呢，伊留互阮一个记忆啊，其实是声音。哦，所以刷来放几个声音，互大家摇看卖，看大家敢摇出来。好。好。哦。换玻璃。哦，这就介好摇啊！吼。伊这中开较不足啦，阮遐拢画开关啊。修理沙窗沙门换玻璃。对，这介好摇吼。这个声音就会感觉就有安全感。是啊。啊，到迄个正中台中草乌乌冰来咯。来咯。有百香果、草莓，我有好食的冷冻水饺。土油鸡，土油鸡。沙当蒜头鸡，猪骨鸡。我唔知大家敢有注意到吼，感觉迄叫卖声，敢转台的叫卖声拢共款。拢共款。对，唔知啥物人去录的。迄唔是同一个人录的吗？我想讲可能我刚刚讲会晓找迄个人，到底是啥物人去录的？我感觉注意吼。一台车吐规台湾。哦，安尼油钱敢袂？无啊，行较多，趁较多啊。啊，无这边的拢修理好啊，明仔载过来，啊，拢修理好，还是要修理几摆？有影，真耐韭菜，修理一摆换一工了。你看这台车其实嘛足古锥的吼，就是头家用了所有的所在来做生意吼。你看迄车的边仔的所有的正面，伊拢摕来做广告，大家所在拢写满满。而且伊的后斗啊，后斗伊就放伊的做工课的家私。放啊足整齐，拢放伫后壁。而且我感觉头家介巧的所在，就是因来讲去做工课啦，伊就摕一个棒啊，一个棒啊，就一边挖伫迄个货车的后壁，伊就变做一个临时的做工课的桌啊。所以对遮卖咱看到讲头家的一种做营业的一个智慧伫内底啦。看到这，感觉迄感情拢伫咧离顶悬。啊，若今摆的货车驶出来拍开哦，就敢若一个细细。来头家，你有啥物服务的项目？啊，无你扫这个 QR code。真正。啊，刷这声音，大家嘛摇看卖。好，来。这是啥物单啊？这我唔知呢。你唔知？哪有可能你唔知？你唔知？我是爸不爸。对。爱弹灯先，爱弹灯嘛，对嘛？你的频率你用好嘛？我今天无简单啊！我试看嘛，我试看嘛。你看你的是安那？那无声。但是有个我好奇，你的囡仔听到这敢知影迄是啥？我囡仔足细汉，拢唔知。哦，你讲我囡仔是啥？你的囡仔？我的囡仔唔知啊啦。其实这就是阮细汉上爱的迄个叫爸布冰啦。就是迄两套，对，爸布冰，伊咧剃烫啦，对啊，好厉害。就这口味有蚵仔的，梅啊，百香果，是价果，还有气泡，对，阮细汉时阵去公园耍啊，其实上期待的就是听到这个声音啦。啊，若讲听迄爸布的声啊，你看四个囡仔他们就会高遐呢，冲啊，冲到铁马遐去买冰。
真的。啊，你伫公园耍甲喙大有无？啊，去买冰愈食愈喙大，喙大。就是想要食。当初是迄爸母的车，其实就是头家要甲人客甲囡仔讲，哎，来哦，来买哦，来买哦。结果久啊，迄爸母的车，煞变做这冰的一个代名词。啊，大家叫做爸母冰。我感觉这嘛是一个介趣味一个演变啦。全世界台湾有爸母娘吗？应该台湾有吧？这是一个真好的问题，对，一个真好的问题，写起来，我研究一下。外国伊无饲爸母吧？爸母，这个声，咱饲爸母吧？台湾限定，台湾好吧？台湾限定，就有台湾味的声音吼。而且迄我细汉时阵，迄爸母阿伯啊，佫会等阮的，伊拢知影阮会落来，等，一直爸母，一直爸母。在其实除了头拄遮尔侪趣味的单仔之外呢，其实我这本册内底嘛有画着几个，就是已经消失的单仔。对，亲像这个单仔，这叫做十岁仔车。十岁仔车，伊较早佫有一种讲法叫做华玲珑卖十岁。辉哥有唱这条，有啊，李炳贵台型，李炳辉，玲玲珑珑，玲玲珑珑，华玲珑卖十岁，华玲珑卖十。对，对，就是较早用迄玲珑果啦吼。然后这十岁仔车其实就是较早的生活无参像即摆遮方便。伊就可能伫迄大街小巷底下卖这十岁，就是十岁啦，或者是日用品啦，日用品。啊，上主要就是一寡参像起锅啦。纱纹啦，化妆品啦，然后参像伊遮的物件，较早可能足侪拢是国外进口的，就是阮讲的叫做贵水货。然后较早有能力买遮的贵水货的人，可能因兜的迄经济条件可能拢袂歹啦。然后其实我内底话这阿伯啊，一直到80几岁足老啊，佮一直咧塞这个十岁仔车出去卖啦。哦，但是手塞哦。啊，对啊，应该是用油的，伊是用油的，哇，这摆阁有吗？无，因为迄几年前迄阿伯过身去啊，参像安尼画面，可能阮以后就无啥机会可以当看到啊。真正诶。对，啊，其实我阁有画，伫我的册上后壁，我阁有画着即马上流行的，叫做外送的机车。哎呦！然后我拢讲算笑讲，这两台外送的机车，其实就是即马台湾两间上大间的卖遮的单。因为啥物物件拢有咧卖嘛。但是坦白讲吼，因咧出现啊，其实嘛加速，就是较早的遐个单的消息，佮有转型。但是我安尼讲，我毋是要怪这个外送的机车啦，我只是想讲，其实时代的改变，时代的进步，啊，摊商会当去选择的营业的方式嘛，一直在改变。所以我感觉讲，因的消息也是讲转变，这是无法度去主动的一个代志啦。所以我会当做就尽量把这个足趣味的一个画面，甲记录落来。这嘛是我这本册上主要想要讲的一个代志吼。嘿，头拄甲大家介绍遮尔侪趣味的单啊，是，大家一定都感觉还无够。我即马还袂食到物件哦。对呢，对，我即马帮大家介绍两个用卖食的物件的单，大家先来约看卖，这到底是啥物单？来，请。第一位甲这有关系哦。这就歹约的哦。你囡仔敢有算过？这是无呢，这啥物？你无？你来算互伊看。这应该是普洱茶饼吧？我觉得是汉堡的普洱茶饼。是吗？来，优哥。咱坐落来，坐落来，1、2、3，这是大声呢！我怀疑我是不是动物？我爱坐遐。嘿，我昨暝有食个酵素啦。你会较细声。不，伊这是水屁。水淡的。你口咁好。这无良心吗？你啦，你我都你开，你来较大声。你这个是水屁！小青啊，你下你下叫你这种的，这跟食物件有关系？这跟食物件有关系？约袂出来吼，约袂出来。到底什么打甲这放屁有关系？你安尼讲我无想要食，没含字的。哦，含字对。没含字啊，见微整长。系啊。连角酥，连角酥是啥？哎呀，细米果酱。哦，细米果酱吧。答案要揭晓喽，来看家哦。来哦，你看。答案是这个杭荷兰豆啊，其实呢，这是家人的一个已经卖50几年的一个单啦。然后大家用讲笑叫放屁豆啊。
哦，爸爸就爱有吃食过，敢有食过？我真正捌买过，你买过？我买过啊。我记得伊是伫咧迄个庙口的，迄个头后遐。对，就是这，你有食过啊？你免食哈。我无食过。来，咱两个食就好。就讲我看到啊呢。无我普咧一粒啊。迄口感就特别的吼。我食过，我今仔未食，你知？那袂记你是这个味啊。当食一个。我头一摆食呢。那就胖。啊那拢一直流去。气味有够好。这个气味吼，袂输敢若外国的起司。哎呀，有无？有迄个气味无？我食一个看卖。有花炭迄芳芳的味啊，吼，有够煞脆的。对，就煞脆的。你买一包的，一直食的，一了就食了啊。配秘鲁。哎呀，对，秘鲁。啊，其实诶，这个蛋啊，伊的真正的名叫做红荷兰豆啊啦。荷兰豆。对，啊，上主要伊就是迄个荷兰豆啊去泡过咸水，然后放伫迄铁笼啊内底，然后用迄火炉去烘，啊烘的口感就足特别的安尼。啊，为什么叫放屁豆啊？就是有人讲算笑讲啊，食了会交放屁啦。是吗？啊，结果我有一件就甲迄头家抬杠啊，伊就讲哦，伊无遮尔认为啦，伊认为讲叫做放屁豆啊，是因为讲伊烘的时阵，迄个豆有啵啵啵的声音。伊烘的时阵，头家会哪放屁？头放屁啦。像卡去买。你即马话这就是迄伊的查某孙啦，我即马是伊查某孙去换迄个单，所以若讲大家有机会去家人庙口啊，买当去买这个单来食看卖。听讲全台湾剩一单尔，买无啊？因为伫咧外口毋捌看过。是我真正嘛唔知。好，刷来后一个单。来。哦，哔哔哔哔哔。哇，这个地瓜啊，介特别哦。啊，什么哔哔哔啊？哔哔哔是什么货？这个冲的啦，冲什么？杏仁茶。哇，杏仁茶。伫咧家己迄个圆圈啊遐，有一间沙单啊。你确定毋是印度拉茶？印度拉茶。印度拉茶安尼，你看下，这是最老的物件。对。古董哈。这一直比对不？对。这应该是迄个以前叫什么？米茶还是太白粉？太白粉。啊，藕粉是不是？菱藕粉哦，我唔捌食过，但是敢若嘛是哦。哦，冲，我看过啊，你捌看过？我看过。好，甲拄啊，耗子哥，你讲是杏仁茶、米茶、到底是要啉啥咧？咱来看答案是。对。米茶啦。我甲你讲一个画面，譬如讲寒人吼，喺路顶骹。啊，足冷的风啊，你直吹，啊，你远远啊，就看到一个，比路顶搁较白的物件一直过来，啊，拿起来，迄个比的声愈来愈大声，发现讲迄白的物件是一个烟，就是迄个地沟一直咧比，啊，烧的感觉一直过来呢，烧，大家好点，感谢，真正的古早味，哎呦，上水的米茶小姐啦，多谢，我家己嘛有一杯。其实我画这单啊，伊是伫家人啊，伫家人即马个有吼一个单啊，然后家人的人讲这单介趣味啦，或就是讲这阿伯啊，逐工伊会行对一个路线，停对一个所在，啊，什么时阵出来，大家都唔知，所以家人的人拢讲，你若讲会当拄到这个单啊，你真正要足好运的。哎呦，这就是咱的米茶单，对，米茶单。我头仔介绍遮尔多趣味的单呢，其实伫我迄本。霸打台湾哦，内底拢有介绍到。我今日倒咱就到这结束，多谢大家。哇，北岛拢是满满的故事。对。哦，所以这本册你总共开偌济时间去改完成？实际上的画时间可能无介长，差不多超过半年嘛。但是翕相啊，佮有去找遐个单，差不多就开4年吧。开4年，因为这个单是有的时阵，你唔知什么时阵会出现啊。像讲迄一寡卖楼梯啊，参像遐个单，其实什么时阵出现你唔知。你有甲迄单的头家变好朋友无？较少啦，其实大部分这其实是一个问题咧，就是
因为即摆环境是安尼啦，你若讲要翕相，伊会计是讲你要减久啦。对，所以我为什么偷偷啊翕？那么就该买物件买了，讲啊，你这单该过水呢，我甲你翕相好无？对。了解。啊，伊话过拢倒去，伊敢有即个倒咱好朋友啊？无啦，伊。有朋友啦，有无倒诶？无倒诶，我伫遮，我也袂倒。但是伊个好朋友呢，答嘛是来无影去，嘛是共款诶，嘛是共款诶。对。啊，这档食会饱无？因为腰三顿啊，敢若食这档应该食会饱。一定食会饱，你是毋是想要知影伊伫咧买啥物好物件？对。咱来欢迎，咱上台的小开导，咱先是伊的好朋友，同情好口味郭有金，欢迎。同情好口味，欢迎。谢谢。这抱起来足温馨的呢，足温馨的。你真正是好朋友吗？你买啥物？你的答案是买啥物？好食。我的答案是买感情萝卜板。感情萝卜，唔捌听过吼？对，我的答案还袂倒诶，就是啊，还袂倒，你看还袂倒，这是伊偌久之前甲你话，这进前8当前话这个倒啊。你看，一定有进步嘛！这边在讲，你也该加分咧。无人要找我会倒啊！这个重要，这个重要。看这吼。8年前卖汉堡，伊是倒，伊是转型啦，转型。你卖汉堡甲卖这，对，这是烧饼。我第一张朋友的图啦，送互伊的图，嘿。迄时阵你敢有咧开始咧出册啊？迄个时阵还袂，因为我迄个时阵打听过差不多8年前，然后迄个时阵差不多伊爸开始咧做这个卖这汉堡，然后迄个熟悉的。两个拢是拄啊开始尔。对，他开始创业啦。啊，结果你做喺店遐，伊啊打遐，伊还是店。迄毛店毛打。毛店毛打。伫咧内底，啊坐咧内底一直话。对，啊人客拢唔敢来。你是奥客。应该是讲吼，有我创业的第2档，落足济雨，啊，阮走餐车就是天气。天气若无好，阮就无法度出去。啊，尾啊，我就伫阮兜1楼倒啊摆，想讲啊，简单卖安尼。结果生意就较无好。啊，但是开箱遐嘛是拢会来食汉堡。啊，伊拢点一个汉堡。哦，伊拢食出济，伊拢食出济，嘿，有，对，太济啦，伊济规工。我头拄有甲迄个番茄，伊真正话咧煮内底啊。感情。哎呀，我是感觉真危险啊。危险啦，爱煮，是。卖安尼啦，好朋友才会话你去啦，好朋友。哎呀，所以你逐工拢去伊遐甲交关。无逐工啦，就会较常会去食迄汉堡啦。你是不是暗恋他？无，伊迄汉堡真正足好食。唔过阮有足侪人可以做暗恋开箱兄，因为都较早甲我讲诶。一个做有才情的人，啊，坐伫阮的店头内底画图安尼，嘿，啊倒啊嘛大地，啊，佮吹冷气，所以我迄阵仔就是交出侪电钱的。透早的啊，所以是安那尾啊该卖这个迄个感情萝卜板，感情萝卜对，这是因为我创业的第3档开始，有足侪少年仔开始拢用脚踏车啦，倒啊踏还是4轮仔车出来卖，啊，足侪人拢卖小胖。甲汉堡，啊尾啊，我就感觉需要做一个转型安尼，对，啊，我妈妈就甲我讲，叫我来卖阿嬷这个手路菜，感情萝卜板安尼。是阿嬷的手路菜。对，是。捌食过。我唔捌食过，就想要食。捌食过。现场有通食。真正是咱有准备哦。啊，无咱甲试看。来试看出摊啦！糖来啦，水啦，有心意的啦，等足久就等这啊，所以这就是要来听你拄则讲的迄感情萝卜板、菜头板、感情菜头板，我甲大家介绍一下。啊，你
这个物件呢，因为为什么叫做板，是因为用再来米粉，啊，伊是米食的艺术，对对对，就是咱要煮的，对对对对对，嘿啊，拢超好啊，嘿嘿，阮种菜头串签，所以内底有葱啊，有菜头，有葱啊，嘿啊，有一个上重要的秘密武器，就是迄个我较早就这个卖月亮虾饼，有黑椒，哦，对，所以食起来够有海鲜的秘密武器你都讲讲出来，这是商业机密，这是做不出来，不好做。阿嬷团乱是啊，我今仔日是你讲对是，我看你做想要做，嘿，我做想要做，把刀最后你来来，我来，你甲我讲，你用喙甲我，你要做一定要喷哦，一定要喷，搭配啊规汤拢落去，规汤，哎是，你一盖的规个拢甲做咧中，是规汤，是啊，你用汤匙啊小甲花咧，啊规个干杯，一盖做一捆卖一粒安尼哦，嘿是。哦，咱真正是安尼，对，无对，嘿，龟汤诶，你这是龟汤，是，安尼，一个咱就来，咱就真时甲叶会使甲压起来，是，对，叶吧底下。因为我在场了，这无老师拄则搁走叶无用，你看，伊叶比咯，伊叶比咯，中险诶，你讲话，你莫话就我，你莫拜托，拜托回应就好啊。你话是我来面抓起来。哎，今仔日的人客足菜，这嘛是老师你画的，对，较早画嘿，就是坐在内底吹冷气安尼画出来的。哎对。啊，所以哪来买你这个萝卜板，就会使上。哦，这张吼，因为要绝版啊，所以要刻缘分。刻缘分，现在会当刻掉啦。哎，是，对。哎，啊，你刻掉，你有缘呢？哎，我有缘呢。啊，你想要写好像？写好像写好，阮安尼吼，安尼看起来是迄个有没去啊？啊，未写所以最笑。对，我头拄听到，刚刚要去啊，是，去啊，哎，就要去啊。你胜利诶，你卖看，但是老师讲拄仔有讲，诶，即摆诶看起来要去啊，迄个搭配主持就好啊，听讲主持较好谈吼。你直接写，你直接写，今摆大家做无用诶，大家又咧叫拄只大牌咧做诶这萝卜板哦，啊老师伊今摆咧画图，啊伊今摆写明信片，啊今摆爱来米钳嘛叫画掉，都有代志好做。诶，但是我真正会分享哦。我有甲我朋友出搭过，有出搭过餐车，有卖过食的。我甲你讲，足艰苦的，辛苦。我看过你啊，嘿，你有看过哦？白台嘛，你是去啊，刚到3工啊，蛮紧张的啦。我有想要开单呢，开火车呢。哦，因为我感觉咱想足简单，开车就会当卖物件。其实白搭就是安尼，一阵雨啊，一阵雨行，所以看天气啊，看天食多菜嘞，是。安尼你感觉白画足侪料的？是有当时咱来聊款款的吼，啊到活动进前，雨向落大雨啊，主办甲你宣布取消，你讲你的料就去了伊啊，是。好几个你全台湾食透，你敢有看过这？头一摆，这真正是阿嬷的手路菜。阿嬷的手路菜吼。若是讲，譬如讲我去下港佚佗，想要去食，是不是会使去倒位找你咧倒位出没？哦，这嘛是真正爱看缘分的，爱看阮的你无讲会遇到咧面车，是，但是看心情，今日心情摆做出来物件无好食，咱就休困。啊，无怪伊会倒。哎，是，看心情诶。其实这有一段故事，想要甲大家分享。什么故事？其实伫我想要放弃的时阵哦，我有一个足好的人客，一对翁仔某，因借我一条钱。去参加一场足大场的活动，啊，搁补会安尼，是啊，就因为有这条钱，互我会当来做这个活动，啊，做些部落客，啊，做些朋友来食着这个萝卜板，是，出手相救呢，对，去甲高官，搁借伊钱，是。安尼我较想要熟悉迄个人客，迄个人客有赖无？会当加一个无？我是感觉吼，今仔日你拄好有这个时间吼，啊，你嘛甲伊讲出来，你会使透过这个机会哦，好甲伊答谢。对，真正。你会使今麦甲伊答谢。好。现在就是大哥跟姐姐，我真的非常谢谢你们这样子。其实我得到的不是这个金钱的帮助而已，是一个很大的信任。对，这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面真的留下非常非常美好的记忆。这样子，我是人客的心来。感谢你。是人客的心来啦。是啊。讲若无迄个大哥大姐，咱今仔哪有通食好食？对啊，阿嬷手路菜啊，袂使发扬光大呢。哇，几好啊！很香呢。一定会香的啊。
阿伯，你有想要切看卖吧？无啊。好，你我来切切吼。确定不搁教伊。切。啊是咱搁爱退三步。真的，免得这样。会飞出去吗？对对对，咱会使用细机的，用细把的，倒出来菜刀可以切出。老师你速度的好不好？老师你速写啊！我尽量。哎呦，哇，我最怕的。哦，这个声音，酥呢？这个声音。这个因为就说切足慢的吼，看起来感觉无介好食安尼。歹势，安尼切就安尼。丢了。给好食。给20块。我2分包起来。好，你2分800块，谢谢。背吧。因为你不是股东，是因为你是阿松哥啊，你安尼哦。我会使摕包啊，我有钱嘛？来哦，谢谢。这出炉啊，要安怎讲哈？出炉，打出起饼安尼，出菜啊，阿妈菜头饭。感恩，谢谢。咱先食原米，等下有这个阮家己煮的柠檬豆油，哦，我爱敬上酥的迄块。我嘛是。哦，哎呦，色地较深的。虾仔芳、胡椒芳。阮的胡椒嘛是中药落去调的。好。哦。好食。伊敢若咱食韩之签迄个气味，但是买来迄芳气完全无共，迄口感敢会顿的安尼，哦。真啊，阿dok我问你讲这是啥物？你就讲这台湾版的薯饼，是不是安尼？台湾版的薯饼啊。但是菜头签，我感觉有够厉害，真正干呢。咱若原味食了，等下当哥来问这个柠檬豆油，甲食看卖。柠檬豆油。对。我讲上酥的这块啦，我食看卖。你看到无？哎呦，我已经食第2块安尼。我最爱伫边仔看人客安尼食物件偷看安尼，有时看到2个人2支签嘛，去签着共一块安尼，哦，做有感情的安尼，就趣味的。我想啊，我甲你讲，你讲啥？柠檬豆油。安那？足赞，足好食的。有够赞的。伊讲伊要开店，全部人讲要开店，我讲，你个老大，你个学。知道吗？而且当加盟。咱会当迄个私底下讨论一下安尼。目前台湾敢若这大尔啦。加迄放配豆啊，做伙卖。哦，这个够好食。我袂记得。等，我系老师，伫遐，我系要甲伊教过者。老师。柠檬豆油，气味搁加起去。哦。好食无？无好食。你话我看。头家你爱几点起来啊？你话头家呢？阮啊透早去饲啊，就是差不多4、5点嘛。你时间无够。4、5点嘛，甲菜头再等。几点开始传了爱偌久？9点外就爱开始拢准备要传要出门啊。是，对。阮啊，困到中昼吗？哦，无法度困到中昼，中昼拢是已经开车要出门的时间啊。是。南部以北伊拢要走啊。你莫当做安尼一打安尼真好过，对啊，你个备货啊，个传起来了，对不？你捌一天卖过几斤的菜头？几斤哦？上最几斤我唔知，唔过捌一天下过10箱，卖过10箱的菜头。10件哦，10箱咧。唔过迄段时间溜就长的啦，就大段的。但是有好一定有歹，你有捌？规工拢无收入。我头先做的是咱，我逐工拢开餐车去粪扫场倒喷，倒到粪扫场的人拢熟悉我呢。唔是因为萝卜板熟悉我，是因为倒喷熟悉我。哎呦，够辛苦。是因为落雨吗？起步的生理无人知影这，是，啊天气嘛是，对。我甲你讲，这个时阵老师伊的话嘛会好，差不多。老师咱来看一下好不？欣赏一下。来。你雄甲叫伊带一个，我嘛足紧张，唔知画着我。来啊，老师哦，你甲看，这现老的哇，搁淡。哦，伊淡了咧煮这菜脯板，边仔咧食呢。菜头板。
这个话安尼有片就芳味呢。是啊，煮甲变变叫呢。安尼我甲你讲，好，有食到啊，啊嘛有看到，嘛有耍到，嘛有闻到。毛片掉啊！啊，咱这个试看嘛小队即马爱来投票。哦，爱投票啊！咱今仔日这个导览内容，你敢会想讲有一天你摕到老师的册，按图索骥，我要来这个档，要来这个档。收集。有想要去的，就举手，好不好？现场举手就好啊！不，你的册，你的册。这样你。你若想要去的，咱就甲老师的册压起来；无无想要去，你甲老师的册当咧油顶啦。哎呀，玩那么太天机了吧？你讲啥？太天机了吧？老师夹的，太天机了。正刚三哦，来哦，到点想要去，嘿，来，进，那上。那是生活的记忆，嘛是迄个所有气味的记忆。这本册就感动的呢，感动的，就有温度的，赞。嘿，啊你嘛会使早互你囡仔看，嘿，一档来了解。你要甲我讲，互阮参考一下，看要对一档。去加盟啦，对一档。嘿啊，多谢两位导览先生，谢谢大家，哇，真正足赞的呢。啊，今日有好食的、好听的、好耍的故事。咱各位观众朋友啊，你若是有足侪趣味的故事，要和大家来分享，欢迎来报名海导览先生，咱后日来相会，拜拜。